恁大家安安。阮伊嘛袂暗会，拢无对我邀请，只有是知影的人来参加。真欢喜，恁拢是知影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阮有真认真准备，但是阮毋敢往社区来邀请。但是阮知影有足侪人讲要来，等者因会慢慢来加入。伫遮我有要甲咱说多谢恁来遮，然后有要甲恁拜托吼，特别咱的囡仔拢无用麦克风，只有一个有用尔。咱有2个收音的麦克风，你若是伫遮讲话，伊嘛是共款收会着，吼。所以你若是坐袂着，要讲话，请你来出去，吼，请你来出去。伊嘛会准备，恁看了一定会感动。咱即摆就开始来欣赏。我准备甲阿嬷较紧到，妈，阿嬷啥物时阵会到？阿嬷即摆已经准备要去坐飞机啊！你赶紧甲圣诞布置用好，阿嬷来看到会真欢喜哦。然后赶着回家去，一起庆祝圣诞节。大家高兴来依旧，圣诞节终于要来临。耶稣降生来了，盼望赐下永恒的平安。重新照耀起来，迎接黎明。今天中天使天君保驾临。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如同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是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努力都是我们的快乐欢笑大闹声。圣诞树花的喜迎新迎接圣诞节，准备着礼物的带家人回家过圣诞节。与其听故事里清唱诗歌，都是我最爱。重新照耀起来，迎接黎明。中天使天君保驾临，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如同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是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大家拢咧庆祝快乐的圣诞节，恁听遐尼好听的圣诞歌声。嘿，我哪会听到叮叮当的声？爸，我会当上 iPad 无？拜托啦！
有因仔人咧拜托声。不过我阁有听到别声呢，唱歌跳舞的圣诞歌声，你敢无听到？我认真想要听到迄好听的圣诞歌，不过啊！我听到手机咧喊声。喂，水某诶，啊，我准备转去哦。你毋是咧加班，哪会走转来？阿斌啊，我即马要对高铁坐去机场哦。妈，你去机场的时阵哦，爱记你挂手样哦。好食有餐吗？有吗？搁敲认一个啦。喂，爸，我会准时到啦。好啦，我甲恁讲，大家拢转来啊，我等恁转来啊。伫咧疫情期间，伫台湾咱阁会当这么的自由，真正是足幸福的啦，是毋是啊，咪咪？你带这是啥物物件啊？一只细只猫仔吗？是西藏獒犬。吼，你阁真趣味呢！哈，你无信哦？毋是啊，但是这敢真正是西藏獒犬吗？当然是真的啊！安尼我敢会使问看卖无？歹势，袂用记，伊只出世有无偌久，伊是我的圣诞礼物。你叫啥物名啊？咪咪，咪咪，吼，咪咪毋就是猫仔的名吗？安尼你要带你的喵要去倒？是要去阮阿公家啦？你要去倒位？你嘛要去你阿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毋是啊，我吼是要去垦丁过圣诞节啦，遐有海边、沙滩，哦，偌赞嘞！哈，咪咪你讲啥？哦，咪咪讲伊毋知影。你敢有听到？哈？你讲迄个人咧讲的声吗？毋是啦，你敢有听到？哈？听到啥？煞煞起来啦！你无感觉真奇妙吗？真奇妙，啥物拢奇妙，圣诞节毋是拢共款吗？哦，真好听，会互人有足平安的感觉呢。我知啊，圣诞歌曲拢爱互人平安的感觉。若是安尼，当我听到圣诞歌，我就会感受到满满的疼。世界都在唱不息的欢腾，像是我们的祷告。一起来颂扬，从来虔诚敬拜，救主耶稣悄然降生。泪在烧成小玻璃盆，充满着盼望在人心中。天天高声唱提醒我们，圣诞节终于来到。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传扬和平的福音。我基督阳光给你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圣诞节。当我走在路上，听见这个如此熟悉的圣诞旋律，靠天使高声唱奇妙歌，荣耀归于牺牲王。孩子大人唱着圣诞铃声，期待圣诞节赶快来。教堂的大家唱着平安夜，颂赞奉主平安的王。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传扬和平的福音。哦，基督真光，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快乐，这就是圣诞节。是圣诞节。不是欢乐，救主降
你毋是咧加班，哪会走转来？啊，无啦，年底要到，大家拢咧加班啊。但是我真想要转去甲恁做伙过圣诞节啦。啊，若是你毋知影安那坐飞机，你会当去问服务人员，叫因带你去。免烦恼我啦，含是捌去过啊。你有看到新闻无？我毋知影呢，伊有可能又搁伫咧变数伪装啊。喂，家好啊，爱做较多啊。兄弟，你敢知无？即幕外口咧落大雨呢，枪仔会准时开无啦？真正假？遮尔衰哦。好啦好啦，安尼我先去垦丁等你，你豆豆来哦。妈，你脚头有无好？机场会当帮你准备轮椅，有专人帮你扫。免烦恼，我会平安到你遐。妈，你毋通勉强啊。我知。喂。喂，啊，你差不多几点会到？我差不多6点半到啊。你甲囡仔会来甲我接无？咱做去外口食饭。会啦。你嘛来遮等车哦？走啦，我对伊无兴趣啦。我看是有人捡着穿啊，我也无讲啥。哦，伊是阮阿姊啦。吼，伊看起来真温柔呢。哎，心怡，你总算回来啊？心怡，还没准备坐车。我竟然你也缘有会当甲因做去教会参加平安夜的礼拜啊？你哪有讲啥？哎，共款。讲你吼，每一届拢无伫咧厝。歹势，我知啦。我是共款。各位旅客请注意，列车8月15日整起后1站，搭乘本列车的旅客，请前往月台候车，候车时请注意月台空隙。爱神的手点亮吊灯和包装礼物，准备圣诞节。等待了这年，终于是2月，我终于要回家去过圣诞节。我要回家去圣诞节，和家人一起过，说故事和唱诗歌，都是我们最喜爱。我们等待了一整年，终于要回家去，一起庆祝小小耶稣诞生了。期待要回家去，和快乐的人一起说故事，一起唱诗歌，因为是圣诞，把大家都聚集回家过圣诞。我们回家去圣诞节，与家人一起过，说故事和唱诗歌，都是我们最喜爱。我们等待了一整年，终于要回家去，一起庆祝小小耶稣诞生了。恁敢无真期待见到你的堂兄弟姐妹啊？当然，恁一定会了解我的秘密。你确定？非常确定。啥物啊？卖玩家啊？我准备这皮箱里礼物，要带回家送给家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快乐欢笑声，永远存在我们心中。请搭乘137班次的旅客注意，因为天气无好的关系，列车延后半小时，请大家直接上票券。有上新的消息，阮会通知。感谢大家的配合。还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过圣诞节，我已经期待很久，要跟家人见面。还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
前，我们已经期待了一整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嗨，圣诞快乐！真歹势，我耳孔无啥好。不要紧啦，有时阵我嘛不忙我的耳孔无好。安怎讲咧？我唔忙，咱一直听到囡仔的冤家，就亲像我甲因讲，圣诞节莫一直吵，毋过因还是一直吵，根本就无听到我咧讲啥。你爱好好珍惜即款的时阵。啥？我讲爱好好啊珍惜。我这要互因讲甲起笑，是要安怎好好珍惜？囡仔咧大汉是真紧的哦。嘛是啦，啊，你家己带因出门哦？我，无啦，阮阿姊恁伫遐。啊，真好，伊搁活咧。哈？啥物安尼讲？因毋是永远活咧，你知吧？因咱的先生，旧年我的先生过身啊，想袂到伊遐尼紧就离开我去天堂。真歹势啦，搁互你想起艰苦的代志。我妈妈失去我的第一名翁婿，迄种痛苦我知影啦。那安尼你要去倒位过圣诞节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你讲遐个孙仔无方便转来。我的查某囝邀请我甲因去美国过圣诞节，因惊我无聊，爱我去甲因住一阵仔。老啊，惊惨，遐个孙仔真够惨。我知影啦，有囡仔就会吵，不过嘛会真快乐啊。我即个年纪的人，无爱流泪，嘛无啥物期盼。不过是圣诞节嘛，咱嘛要互家己快乐一下啊。我知影，你的孙仔一定足希望你紧到美国。你足乐观的呢？可能我需要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因讲圣诞节充满听，但是我真孤单。无法度想，大家拢离开我。是啥人会甲我讲，为啥物无听？为啥物梦想无搁伫遐？为啥物我听袂着熟悉的圣诞歌？天使无介意，上帝你伫倒？我需要你的开来打天我心事，我需要你的听安慰我受伤不平的心灵，我需要平安陪伴我行一条充满艰苦悲伤的路，求你相顺，圣诞梦。较早，我总是会当听到遐快乐的圣诞歌声，不过自从我后婿过身了，我就拢听袂。我人生无搁有愿望，嘛无搁有希望，就像我的人生失去方向。
上帝啊，你为啥无去保守我？敢会当将望赐予我？因为就算我像是我，也一个圣诞节，嘛是感觉真失望。主啊，你伫倒位？我需要你的几个家庭我心事，我需要你的听安慰我受伤不平的心灵，我需要平安陪伴我命一条充满甘苦悲伤的路。求你相信，圣诞晚。我应该好好珍惜即摆生活。啥？我讲，我应该好好珍惜即摆。迄就是我想要对你讲。是咱拢需要好好珍惜。哦，主应该充满疼，但是我敢受袂了。我想要回去阮兜，充满疼的迄个家。我需要你的几个家庭我心事，我需要你的听安慰我受伤不平的心灵，我需要平安陪伴我命一条充满甘苦悲伤的路，求你相信，平安喜乐，圣诞光芒带我来的。喂，真歹势，亲爱的，迄个车一直延迟半点时间呢。你真正有买做来无？莫吼，每一届我甲我讲讲尔。好啦好啦。兄弟，你敢知无？即马所有的车哦，拢较慢才会开啦。哦，即马外口的落大雨，我毋知啥物时阵才会去垦丁呢。哦，我已经到呢。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毋对，我要去海边，就是海边啦。哦，海边。哈？你讲啥？我遮讯号无好，你讲啥？听无？哦，我讲这边足好耍的啦，你赶紧来就对啊啦。喂，啊是有要紧无？哪会还袂到啊？喂，爸，放心啦，我平安等伊到厝。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平安暝大家拢爱做伙啊，哪会遐久还袂到啊？歹势啦，我知影今日是平安暝，我会赶紧转去到厝啊。好啦。你好啦，我叫陈娇。迄是阮翁志明啊。你好，我叫小美啊，叫我阿美姐啊就好。阿姑啊，我是因的细汉查某囝，我叫叶婷，足欢喜认识你的。哇，真古锥佮真有礼貌的囡仔呢。佮有阮大查囝，心怡，心怡。你莫想伤济啦，即摆少年人3C产品用伤济，袂甲人讲话。阿妹姐啊，我要去买咖啡，你要来一杯吗？爸，我嘛有吗？你当时咧啉咖啡啊，我哪拢毋知。闻起来足香足好啉的啊！嘿嘿，闻起来甲啉起来感觉足无共款哦。爸，拜托啦！哦，我哪会听到有人咧拜托声？袂要紧啦，圣诞节嘛，欢喜就好啦。好啦，就因为今日圣诞节，我着帮你买你人生中头一杯的咖啡。阿妹姐啊，你要啥？阿美姐，啊？
伊的妈妈少会晓煮饭的。安尼，我甲志明就会使好好放轻松，连煮饭也会使食着香滚滚的料理呢。啊，对啦，伊妈妈煮的猪脚上好食啦，搁香搁 Q 搁绵凉脆气，拢食到我有罪恶感啊！你真幸吼，有一个熬煮饭的大家。亲爱的，亲爱的，你来相信我啦，我一定会回去的。哦，相信你啊！啊那你有甲你的囝联络无？有啦有啦，我有写简讯给伊啊。喂喂喂，boy，喂，讯号在无去。喂喂，安好我爸即马幸福，才像我，搁较懒，甲我的手表转转去，嘛无法度转去较早。过圣诞节嘛无有任何的感觉。有人要啉咖啡无？即句我都有听清楚。这是家豪，是一个足热心的少年人。伊看到我摕较侪咖啡，就来甲我斗相共。嗨，大家好，我是家豪。多谢你。啥物是咖啡的？咖啡吼，互你规个人拢爽快起来。啥？你讲啥？我有当听。你讲咖啡会互人轻松？无毋对，若是无咖啡吼，我阁真正毋知我无聊的大学生活要安怎过啦。就互我来慢慢甲你讲。It's been just a bit from some great fantastic stand.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me feel like I'm the man. It's only in a cup. My games go on time. And it helps that I really glad when I feel tired. We can't remember how we day to day maybe. But when we get inside of you, you will change your destiny.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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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make it better.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So try and I know you agree. 你敢教我会当啉咖啡吗？你就啉看卖，你就知啊嘛。It will be a little drop, but it's early afternoon. I can see I was a day just flying right by you. Even the end of the whole life is what you need. Bu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r fantasy may be.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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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make it better. Coffee, whoa,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So try it, I know you agree. It can open other people on the tip of the slipper and chase away no return. We will find in double sea. So just came in at my word. 听我一定对啦。It's a little miracle that God supplies.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day to day may be. When you get inside you, you will change your destiny.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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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Oh, make it better. Coffee, whoa,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Just try and I know you agree. Just try and I know you agree. Just try and I know you agree.
你讲啦，你慢慢哦，就会介意这个咖啡的味，然后你就会爱上咖啡。妈，我会当恁看卖你的无？当然会使啊。妈，你的啉起来亲像生用牛奶糖啊，无啥物嘛，就好啉的。少年诶，你倒位人，你要转去过圣诞节吗？这恁就唔知啊。我吼是要去垦丁过圣诞节啦，去遐山水浮潜，哦，偌赞嘞！啥物？你无要转去厝过圣诞节？若是阮兜叶婷，也是心仪甲我讲，伊无要转去厝甲我过圣诞节，我应该会足伤心诶。好啦好啦，这恁就唔知啊啦。阮爸吼是一个规工拢咧做工课人啊。啊，当去厝诶，就剩我甲阮妹妹，阮妈妈嘛拢咧无闲教会诶代志，安尼转去偌无聊啊，偌无意思。去垦丁浮潜应该是真好耍，毋过我感觉你的爸母还是希望你会当转去看卖一下。唉，我无想要讲这啊，我看时间差不多啊，我应该爱准备去坐车，再见。啊，即马有做侪真款的音乐，恁的爸母应该足失望的啦。我的电话敢若咧响呢？啊是，伊是迄是列车要进站的声音。哦。请问姐，列车敢要开啊吗？啊无啦，毋过紧啦。哦，好佳哉。我拄仔选礼物的时阵哦，还是走拄仔足喘的，袂去注意到时间啊，啊迄边也听不到广播的声音。你拖到上尾啊，甲你选礼物哦。哦，你讲这哦，啊，这是预防万一的礼物啦。哦，是安尼啊。你住这附近吗？无啦，我因为工课的关系哦，而且出差一礼拜，也毋过哦，我临时决定要转去厝内，甲阮某、甲阮囝过圣诞节。吼，是哦。车票咧，买啊吗？哦，当然啦，临时决定叫咱买着车票，啊，这真是圣诞奇迹啊！感谢上帝。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请注意，由于天候不佳的缘故，列车将在延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及谅解，谢谢。各位先生、女士，请注意，因为天气无好的缘故，列车将在延迟，请大家耐心等候，多谢。这就是你讲的圣诞奇迹哦。我想哦，我即摆需要另外一个圣诞奇迹。我有一个 idea。我哪有甲即个主意甲喜乐噩梦叮当有关系？无毋对，圣诞节就是应该啉烧烧的物件，唱一个歌。既然咱拄则啉了咖啡，不如咱做伙来唱心仪，把你的耳机摕落来。哦，没有多少，咱做伙来唱圣诞歌啊！阿พี่姐啊，你平常时上爱听啥物圣诞歌啊？我细汉的时阵，就敢若甲心仪共款的年纪，我的目睭刻刻，想象真天才，要唱歌，各样人要庆祝耶稣降生，敢若会当看到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喜字。
你，又搁是你，等候一下，莫搁过来好无？我才拜托咧，我对你无意思好无？我只是足无聊的。我真无相信，请问一下，你到底要创啥？你吼看起来一点仔拢无期待圣诞节呢。我只是对圣诞节无啥感觉尔。哈，我捌你的意思啦，我嘛对圣诞树过敏啦。无像，我毋是迄意思。啊无咧？应该是讲我无遐尼相信圣诞节。啥物？你无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吗？我对圣诞老公公无啥意见，只是对圣诞节无啥感觉尔。哈？耶稣降生是我对细汉听到大汉上赞的故事呢，而且耶稣降生拯救世人，这毋是上好的福音吗？是真好的福音毋对，只是我无想要搁相信。好啦，我去买咖啡啊。我陪你去啦。即摆已经会当感受到圣诞节欢喜的感觉啊！是啊，你好啦，我叫春娇，我是美金。哦，你就是拄则广播桥关下来迄个声哦。叶婷，讲话爱有礼貌。袂要紧啦，拄则广播的人是我无毋对，毋过恁袂烦恼，恁连顺利转去厝。若是讲列车搁再延迟，我嘛会伫遮陪恁。恁拄则唱歌声足好听呢，互等车的人拢袂无聊。这个歌你较互我想起一寡足水的记忆。我想阮太太嘛会介意这个歌。伫每一摆圣诞节，伊拢会伫教会大讲厅，带大家唱圣诞歌。但是我想，今年可能无这个机会。厝内拢无人吗？也毋是讲无人啊，但是圣诞节总是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做伙哦。听起来你的囡仔已经拢大汉离开厝啊哦。哦，嘿啊，我有一个查某囝咧读高中，一个大囝咧读大学。但是我想，家家都有难念经吧。歹势，接一个电话。弟弟，你有几个囡仔？哦，我有一个10岁查某囝，姓宇。哦，安尼你应该就想要赶紧转去厝的，和伊过圣诞节咯。哦，无啦，姓宇今年甲伊爸爸转去南部看，伊若讲，所以带我甲我猫仔伫厝。我应该嘛爱饲一只猫来陪我，较袂无聊。阿美子啊，爱确定呢，饲猫啊足麻烦的哦。弟弟，莫凊彩讲啊，你也无试过。歹势啦，弟弟，我相信你的猫啊一定足古锥的。古锥。伊哦，伊有一点仔情绪。看啦，用情绪总比麻烦较好啦。意思嘛拢差不多嘛。你嘛会当饲狗啊？这个建议袂歹哦。我推荐你饲西藏獒犬。啊，你饲的这就是西藏獒犬哦。是啊，伊的名叫做咪咪，我要带转去，互阮阿公看，阮阿公一定会足爱甲伊耍的。阿公看到西藏獒犬，应该是会烦恼家具往家歹去吧？是毋免。啊，你今年的圣诞节要伫倒位过？我今年要伫阮教会平安夜礼拜中大年第一摆稻树奉师，我真正足紧张也足期待。真好啊！嘿啊，我嘛是放心雨会当甲我转去过平安夜礼拜。我知影，新年一定足期待甲你做伙过平安夜。阿姨，你嘛会当伫遐唱啊？我来做新语，你就像新语伫咧你边听你唱歌。哦，你足大声的，毋过袂用的啦，我无法度伫遮伫大家面前唱。为虾米？唱歌毋是一件足快乐的事吗？嘿啊，免烦恼啦，阮大家和你做伙唱。袂用的啦，伫遮唱袂足奇怪吗？唔会啊，我规暗拢伫咧遮唱歌呢。好啦，若安尼，我就伫遮暖嗓，当作是彩排练习咯。主耶稣舍弃天上
让世人知道如此平安。风雨中的坚定，成为盼望的记号，是世人都得着基督救恩。天上地上，我要自顾靠你赞美，与神关系相连而后结束。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愿以全心来称颂你，我愿意用一生服侍你，我愿成为活祭，献上我所有，因为每个气息都你所赐予。我要每天向你唱新歌，永永远远都要赞美你。这福音中的成为盼望的记号，是世人都得着基督救恩。我要歌颂耶和华，他的慈爱永长存。我要赞美耶和华，歌颂他，万王之王。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在列邦向你歌颂。无互我来约看卖，你为虾米无介圣诞节？恁爸是咧创啥？无重要。敢是无孙吗？毋是，但是差不多啦。哦，迄敢是恁妈妈吗？哦，是啊，伊伫我7岁时阵就嫁互这面啊。啊，恁即摆要去哪过圣诞节啊？阮要去这面伊妈妈因兜过圣诞节。虽然伊妈妈毋是我真正阿嬷，毋过伊真正疼我，嘛足爱我的。哈？你竟然甲伊甲老人做伙？若是我吼，才袂咧！我要去垦丁浮潜耍水，哦，偌赞的，遐有沙滩的阳光，搁有比基尼娜妹。听起来，袂歹哦。啊，毋过你爸母安怎想？是要想啥？你无转去，毋会伤心吗？哦，毋是甲你讲过少侪摆，少侪摆。阮爸吼，规年拢伫咧外口咧做工课啦。所以对你即个问题吼，我只有3个字啦，毋知啦，嘛是毋知啦。听起来真好
好。我无是讲你啊，好啦好啦，我无想要讲啊，讲到遮就好啊，我要去准备坐车。各位贵宾，很抱歉，由于天气状况不佳，为了您的安全，本班次列车将延后至明天早上，造成您的不便，请见谅。各位贵宾，真歹势，因为天气状况无好，为着您的安全，本班次列车延后至明仔早时，造成您的不便，请原谅。袂吧？啥物咧啦？伤心，今仔日是对安尼。哇，那安尼，阮今暗毋用要困伫咧车站，我想咪咪应该足欢喜的，是毋是啊，咪咪？讲无讲，列车搁要延迟，你敢有听到？明仔载才开啦。太伤心啦！我知影今年圣诞节对你来讲点歌。莫会安尼？我无想要踮伫咧我空空的厝内，特别是伫咧即个圣诞节的时阵。我了解啦。啥？快讲，我了解。你哪会当了解呢？无人会当了解我的感觉。看到你爱的囡仔，一个一个离开厝，最后连先生嘛离开。当年的过年过节，我传囝啊搁孙仔爱食的物件，希望因会当回来。旧年因拢回来啊，但是今年搁剩我一个。我真歹势，通知恁遮的歹消息。这嘛是我上无想要告诉阮太太的消息。这毋是你的问题啊。我嘛是安尼讲，但是。这嘛毋是你的问题哦，袂感觉歹势啦。哼，这个圣诞节真是惊喜连连呐！志明点点啦。妈，我无想要伫车站久平安暝。心怡，咱无白算着啊。咱若是今日转去厝，就赶袂上明仔载透早的第一班车。人生就是安尼，真侪时阵是咱无法度通选择。我无法想象寂寞，平安夜在车站，与牧人、湿地人一起过。我没办法想象，坐在车站整晚，想不到被困在车站里。今晚应该与家人一起过，几场诗才会注进圣诞节故事。哦，一起就分享着你，群星闪耀，掌声释放，令我走向前。圣诞节，圣诞节，但今天我被困住，没有办法回家。圣诞节，圣诞节，等待已久的圣诞节，每个朋友正等着我，一起跳起气氛，享圣诞喜悦。没办法。爸，歹势，我今日暗时无法度回去啊，明仔载透早高铁才会开。好啦，无要紧啊，平安上重要啊。我要甲阮某交代啊。我一直甲家己讲，会无代志的，不过真正会无代志啊。我还要等多久？还能来得及吗？不想一直就这样等下去。我情愿错过，我到底该怎么办？下一刻的是我。还会有奇迹出现，我闭着眼睛祈祷着，能遇到那天。他前面是梦，看见爸爸，这是我
光的圣诞节。音乐嘞，我哪拢听无圣诞音乐？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不能回家去？我已经迫不及待。为什么？为什么？风雨太大无法启程，家人们一定很失望。我决心今晚平安夜。为什么？圣诞节拢差不多嘛。我拜托你，莫阁讲差不多啊！啊无我甲你讲真赞真水吗？伫车站过平安夜就有气氛的呢。我知影，虽然咱袂当选择伫倒位过平安夜，不过至少咱会当选择咱用啥物款心情来面对吧。妈，我拜托你，莫阁讲大道理啊啦！好，心怡，阁互我讲一个，我保证。虽然今暗咱袂当伫教会过平安夜，不过恁想看卖哦，圣诞节毋就是爱倒去厝，甲爱伊的人，阁有你爱的人做伙过吗？做伙倒伫圣诞树，做伙开礼物，阁有做伙讲笑。圣诞节上重要的，毋就是听吗？而且上帝毋就是早就甲这份礼物互咱啊吗？这份爱是为一个婴孩降生伫马祖内底开始。伊就是耶稣。伊妈内里，伊妈内里毋就是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吗？无毋对，上帝赐伊的独生囝互世间人，伊过来平安救阮，敢毋吗？就算咱无车通坐，也是请命爱咱，而且咱全家人嘛拢做伙啊。虽然我规年探天拢想要转去厝的巷路边过节，毋过我想无论伫咧倒位，拢会使领受到上帝的疼。就算互困伫咧车站，咱阁会当庆祝圣诞节。虽然我家己一个人嘛会当过，我甲我的猫仔嘛会当家己过啊。啊，大家是咧照样造句吗？志明，不要破坏气氛。哦，我讲爽笑的嘛。无啦，无等下咱安尼，咱等下去迄商店街遐来唱圣诞歌，报佳音好无？咱嘛会使交我礼物，等一下，咱就去买礼物，毋过袂当偷看哦。袂歹袂歹，还是这是电话机。啊，这摆互你。是互我的吗？无毋对，为着庆祝平安，希望是平安年啊！圣诞快乐！帅酷毙了，是焦糖玛奇朵。等者，伊敢会咖啡因中毒啊？我看这声就算是圣诞节，你嘛会互我解决。哼，真诶就死啊！迄个人哪会看起来遮明显？爸，爸，你伫遐创啊？爸，免讲嘛知，伊规工吼一早一直讲电话啦，一直讲做工课的代志，对头到尾根本无认真听过我讲过一句话啦。家哦，啊你哪会伫遮？你毋是去垦丁啊？我是要去无毋对啊，啊你哪会搁伫遮？我因为公司拍完才出差一礼拜啊。我就知咧，搁是做工课的代志。啊，紧接你的电话啦，你的客户咧等你。毋是客哦，是恁妈。水某的，你刚才我拄着啥？哦，你伫车站规张都有像。我拄着咱大囝家豪啊。家豪，干嘛我讲话先？无紧。快啦！紧的啦，讲话先啦。喂，妈。啊，你毋是要去垦丁？我是要去啊，但是车拢较慢才会开啦，所以明仔载才要去啦。哦，家豪，妈甲你讲，你好好甲你爸讲一个话啊。妈，拜托你莫哭啦，无代志啦，好无？
好啦，我嘛爱你啦。好啦，再见。好啦，阿弟，我等下去靠你啦。拜拜拜拜。为什么妈妈拢这么爱哭啦？伊是足想你的，但是我嘛足想你的。你呢？你讲你足想我，你莫讲耍笑啊！今日是平安暝，你嘛无伫咧厝诶。安尼，我今仔日一定特别甲公司请假，要转去到你妈顾你妹妹过圣诞节啦。是啦，迟到总比无到搁较好。唉，家豪，我安尼讲啦，家豪，我知啊，足侪时间拢无伫个，伫你需要我的时阵，我拢无伫个。我知你足受伤的，但是家豪，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你敢会使原谅我吗？我毋知你为虾米要遮尔无意。你逐工拢讲家庭是上重要的，但是你讲的一句话，你无一句是做会到的。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原谅你。虾米？你若安尼甲你爸讲话，你知无？我即几年遐尼想阮爸，毋过即摆已经无机会啊。恁爸拢甲你陪死咧啊，你搁咧想啥？就亲像你甲我讲的啊，上帝爱世间人，所以才有圣诞节。像有对天的爱是无法度美化的，爸母对咱爱嘛是安尼啊。拜托你莫讲啊，你家己也毋是共款。莫讲，你要甲我爸坐一切，这是你唯一的机会。爸，其实我嘛足爱你的，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会使有搁较侪的关心，会使听我讲话，会使搁较侪照顾我，来陪伴我。我其实嘛足爱你的。有囝，虽然做的时阵我拢无伫你的身边，但是我要安尼做，就是为了你甲你妹妹啊。你敢知？你读大学，你学足久，所以我希望你能更较努力，做工课，赚更较侪钱，互你甲你妹妹更较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妈妈想讲，爸爸为着咱做工课真辛苦，但是我无想到，竟然是为着我，想要互我伫太大的时阵无负担。爸，是我袂晓想，歹势，是你爱原谅我才对。爸，不要紧啊，爸，歹势啊！袂啦。等下，我听到啊！阿飞弟，你听到啥？我听到圣诞节美妙的歌声，你敢有听到？有呢。我也听到啊。对啊，就是这个声音。我嘛听到啊！我的耳孔总算是听清楚啊！哇，真正是奇迹呢！总算跟我差不多意外会啊。好听这首歌不是我以来每年的歌吗？到底下呢？底下。出意料的圣诞节礼物，超过我们一年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神成就大事照着我们心底所想。奇妙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带来盼望和亮光指引道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玛利亚，你可知道你的隐藏，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伟大的全能神，神成就他是荣耀，拯救
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带来盼望和亮光指引道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耶稣基督的这招生荣耀，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奇妙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现在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不过，阮家就伫咧这附近，走路几分钟就到。那安尼，阿美姐，你平常去用混啊？哦，我甘愿甲恁伫咧遮做伙，嘛无爱转去。要若无，恁做伙甲我转去过平安暝。真的吗？但是咱十几人呢。无问题，欢迎恁大家。阿美姐，请问为恁到底两到会敢会种呢？一样就到啊！那安尼，咱做伙来参加阮教会平安暝礼拜，好无？无问题啊，应该会当听到你美妙的歌声。安尼就好诶！我咧坐伫第一排，替你加油诶！妈，拜托莫安尼啦。珍惜即马时阵。对，是。刚好，爸，我有一个物件要互你，这是以防万一的物件。哈？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哦，你有转去厝内。先拍片，卖屁股嘞，先拍片，拍片。哦，这是，爸，其实你送我一罐水，我嘛是足欢喜的。这是我上爱啉的咖啡呢。爸，哪会知我爱上爱啉这种咖啡？做恁老爸哦，当然知你介意啥物啊。虽然讲你今年无转去厝内，但是我会当伫车站遇到你，对我来讲足幸福啊。既然今晚的车拢无要开啊，无你甲我做去阿明姐家过平安暝好无？好呢。我想，今晚所发生的代志，我一世人拢袂记的。而且，爸，我咧想，阮朋友虽然已经去垦丁啊，但是因会伫遐一礼拜啦。我想，我这时阵就先甲你转去做伙过圣诞节，好无？这个主意袂歹，我想你爸爸应该会靠。只是我的交通费可能需要你赞助一下啦。各位爸爸妈妈都知啊。来，既然我做那么遐辛苦，来讲，不管你做飞行机、普悠玛号、自强号是高铁，拢会使啦。谢谢爸，对台北到中华拢会使啦。谢谢爸，会使无？想袂到，上帝，互我遮尔侪人的陪伴。这想起来哦，圣诞节是奇妙搁充满稳定的节日啊。是啊，不过今年无共款，上帝互我一个超乎意料的圣诞节。我嘛无想过今仔日会去恁家过圣诞节，我想你嘛无想过。
重新照耀期待迎接黎明，倾听中天使天君报佳音，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如同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是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重新照耀期待迎接黎明，倾听中天使天君报佳音，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如同有一份礼物从天而来，是从天父来的应许礼物，这是圣诞节的意义。现在全世界拢在庆祝圣诞节，只要你用心听，就会再听到美妙的歌声。今年几年，我常常感觉孤单无伴，忧伤，互我听袂到圣诞节快乐的歌声。毋过上帝，互遮尔侪人陪伴我，佮互我听到圣诞节的歌声，即嘛我心内充满疼、平安甲喜乐。大家做伙来阮兜，甲我过平安夜吧！主意料的圣诞节礼物，超过我们一年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神成就大事，照着我们心里所想。今天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盼望和
最重要的伊的内容，伊咧讲起，伫人生中间有可能咱会拄着真侪不可想象、不可预期的困难，但是不要失去信心、盼望跟相爱。你都会定时搁想即出戏，上帝互咱的教会是一间一起演戏的教会。咱的教会足细间，但是对旧年到今年，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贡献他们的专长。有的人无啥会晓演技，亲像小妇人，但是小妇人有工程师的才华。咱的布幕迄条从头到尾钢管撑着那个布幕的迄个工作，就是小妇人所做。咱所穿的衫有真侪所在拢是出自于素鸡姐，伊一针一线安尼慢慢做。我毋是干那学了这两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咱的教会是一起在演我们的生命的戏，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棒，不要看轻自己。今日出戏中间是咱的囡仔献互咱的。咱的囡仔，他们从心里面喜欢这个教会。因其实足无用，足侪人，因出外去读册，但是你敢知因的心拢伫教会。这3个月、2个月中间，因想办法要回来到教会里面，参与每一个彩排。昨自献，最慢。最晚的晚班会火车来到田中，然后才接驳来到西周，已经拢无车，对溪州用行的倒来折腾。这个故事我真个假我唔知啦。伊个甲牧师讲，因为暗差不多10点左右，行伫迄个路中有一只拖拉机的车甲伊讲，你需不要我载你一程这听起来介像是咧编戏经。他回到教会太高兴了，伊个压落去去摸一只阮兜迄只憨伊迄个手机佫对咱底下来在烂落手机荧幕又个全部都破裂了。牧师想要拿帽子去给大家募款上帝给我们这么相爱的教会，也意识起我们在一切的困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起走过。谢谢你们来。我想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咱的亲人。它是上帝赐给我们家庭最宝贵的盼望，就像主耶稣是咱的教会最大的盼望。刘一鸣是咱这个作为导演跟音乐总监。咱个所有遮的亲人来拍手，我要甲咱的长子拜托一项，就是咱的教会需要灯光，因为伫10月有咧重新买麦克风跟音响，有咧考虑要买这个灯光，因为牧师捌听过姊妹甲牧师讲，牧师你咧讲道直播，你的面拢是那脏灰咧乌乌。我再讲一摆然后牧师咧直播的是你的面拢乌的。我就有咧想讲，咱的教会是足水的礼拜堂，咱拢足欠，要买只物件拢足欠，但是今年本来想要买咱的荧幕或者是即个头灯但是报价来讲10几万，其实我看了嘛足唔甘的，所以是我哪会当欠着以后才买但是看到因的演绎的时候，我才感觉讲，其实想了改成唔对因为他们的演出是需要有一些灯光
啊，所以伫这个所在，无论什么不完美，其实我们的爱很完美。虽然咱做这所在还是不完美，但是我们的相爱是很完美的哈。谢谢大家哦。安娜，祝福祷告，我知影啦。阮这个有一个幕后的总导演，底下一直咧甲我比手表啊。好，我要邀请各位咱来领受耶稣的祝福哦，要邀请大家来领受耶稣的祝福。天上的上帝，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阮邀请来的阮的家人甲阮的朋友。求天顶的上帝，你大大祝福，互阮的朋友，因甲阮做伙领受耶稣的欢喜。阮伫你的面前，诚心诚意，恳求上帝你对天顶的祝福，满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阮也为着即阵的青年，甲阮的教会，恳求上帝，你互即个教会成做一个温底满满的教会。既然进入即个所在的人，因拢会通得到上帝你的祝福，这是阮心中最欢喜甲期待的事。感谢你赏赐阮用啊每一个快乐的暗暝，阮伫你的面前用祈祷，恳求你祝福，因为明仔载就是圣诞节的感恩礼拜，求天父上帝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阮的厝边，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的身边的人。